潭尾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，天文台最快聽晚發出一號戒備信號。另外，各區嘅日間氣温都比起尋日低。24節氣嘅霜降，氣温涼過前一日。涼咗係涼咗嘅嚇，冇咁翳焗咯。今日去長洲行下啦，帶件風褸啦，都幾舒服咯，唔係太熱，係啊，起碼唔會好似出咗一身汗咁樣。個天氣又幾好啊！喺晏晝5點，市區嘅深水埗、黃大仙、新界嘅屯門、元朗都分別比星期二下降大約5度。霜降係秋天最後一個節氣，意味冬天即將開始。傳統有補冬不如補霜降嘅講法，喺飲食同埋着衫上都要注意保暖。另外，市民亦都要留意喺菲律賓附近嘅熱帶氣旋潭尾，星期四晚至星期五朝早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。到時天文台會發出1號戒備信號，亦都會視乎潭尾嘅動向同埋風力變化，評估係咪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同時間就係一股東北季候風咧，就會喺接近週末咧就抵達華南。喺潭尾同埋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之下，星期五至到週末期間，個風勢會頗大啦，咁漸轉多雲，同埋有幾陣驟雨，海亦都有湧浪。佢提醒市民，如果計劃週末進行戶外活動，要留意天氣變化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。